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哥倫比亞香港嘅時間。咁咧選舉幾日啦，咁咧就今日就講一講嘅選舉一啲嘅後續嘅新聞啦。咁首先咧講一講咧就係即係呢個贏咗之後啦，右派贏咗之後啦，咁因為唔夠1%啦，咁左派咧呢幾日咧就已經係向呢個嘅選舉委員會咧就要求呢個重新點票嘅。咁即係有呢單新聞就話重新點票啦，但係當然會唔會重新點票咧就仲未知之數嘅，因為其實即係左派有啲賴死嘅感覺啦，即係覺得話都係爭25票啊，咁其實咧就可以即係重新點票，咁當然啦佢仲話呢個左派賣票啦，同埋即係話即係唔公平咁嗰啲嘅嘢啦，咁咧仲有咧就係話啲人咧即係好就講右派呢個嘅律師啦，即係律師嘅當選人啦，咁就話佢咧即係好豪使啦，又話佢着咩意大利名牌啊，又話咩揸私人飛機啊嗰啲咁嘅嘢，即係其實咧呢啲嘢都係即係都係一啲嘅左派嘅反對派去即係做一啲謠言，咁就即係叫佢。即係話佢咁樣啦，咁其實呢啲就唔係啲咩新鮮事嘅。咁咧因為呢個嘅右派即係上任之後咧，咁就呢個嘅美元咧對呢個哥倫比亞幣咧係跌破咗嘅，咁即係話咧哥倫比亞幣咧呢排係即係都升值得幾犀利嘅。咁仲有咧就係治安問題啦，因為咧其實啲人都即係驚呢個嘅因為爭1%啦，咁左派同右派咧咁就即係驚左派嘅反對派啦，咁就即係有一啲嘅遊行示威，又或者驚咧就好似2011年左右嗰個暴動咁樣嘅。但係你今次咧即係右派贏咗之後咧，左派反對派咧係有遊行嘅，咁但係主要咧都係集中喺呢個舊城區啦，即係26街啦，或者國立大學啊，嗰扎咁嘅。即係，但係就雖然係對一啲嘅交通造成一啲嘅阻塞啦，但係咧就今次嘅係即係普通嘅一啲嘅遊行示威嘅啫，並冇造成呢個嘅暴動嘅。咁咧我就覺得咧即係呢次選舉之後啦，即係每一年嘅。即係每一屆嘅選舉都係4年一次啦，咁咧就每一屆都係咁啱喺呢個世界盃嘅。咁咧2022年咧，因為哥倫比亞入唔到啦，咁就今年2026年入到。咁我覺得咧啲人咧，就算真係想暴動啊、遊行啊、示威啊，或者搞其他事嘅咧，我都覺得咧就真係等呢個世界盃落咗幕，又或者等哥倫比亞出咗局佢先搞事啦。因為而家行出街咧，就全部都講緊咧星期六今個星期六6月27號嘅呢個嘅葡萄牙同埋呢個哥倫比亞大戰。雖然哥倫比亞啦已經即係2場已經係勝出啦，咁就去提早出線，但係呢個嘅關鍵性咧就係呢個首名同埋次名嘅，所以我覺得啦喺呢場大賽之前，又或者喺哥倫比亞仲係踢緊世界盃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哥倫比亞咧嗰啲人咧仲係唔想搞暴動嘅，因為我覺得對佢哋嚟講足球簡直就係熱勝過宗教因為佢哋真係熱情無比，所以我就覺得咧即係哥倫比亞暫時都唔會有乜事嘅，即係對啲暴動嗰啲。等世界盃完咗，又或者等哥倫比亞出咗局嘅，咁先再講啦。咁咧就今集就講一啲嘅選舉之後一啲嘅後續新聞啦。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想知嘅，可以留言俾我。咁希望你哋可以分享、訂閱同埋點讚。咁仲有咧就係加入 social media，咁就呢個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嘅。如果咧大家對南美4國旅遊嘅興趣，又或者嚟哥倫比亞需要私人配套設施嘅話咧，咁就可以私下通知我。咁咧今集就講到呢一度，下次再同大家講一啲嘅哥倫比亞嘅人同事俾大家聽，下次再見，拜拜。